在心中的一個願，期望上主聽得到禱告，唯願藉他愛應許我願時常禱告。然而夢想今天不兌現，仍然念因主天天拖帶，從來未改當天的信念，仍然禱告。我要高聲稱讚父神，他給我全然的安穩，危難裏信靠他給我的救恩，長路裏有你的恩典滿載，無論逆境挫折一再現，前路儘管漆黑不可見，仍然耐心聽主的引導，夜望禱告。我信主必跟我共行，遭風雨仍然沒悔恨，仍願意獻上活祭歸給我主，榮耀主基督今傾出我所有。漆黑不可見，仍然耐心聽主的引導，微望禱告。我信主必跟我共行，遭風雨仍然沒悔恨，仍願意獻上活祭歸給我主，榮耀主基督今傾出我所有。Charity 嗰閉幕禮啦，咁原來不經不覺做 Charity 都大半年啦，咁今日已經嚟到閉幕禮啦，咁有分享會，咁其實喺呢個 Charity 整個嘅活動入邊咧，我覺得隊員係進步係大嘅，我自己有好大啟發，即係我自己成日覺得即係好探訪就可能只係可能上去即係同我傾下偈，咁原來呢個只係其中一個途徑啫，可能我仲可以通過教會一啲活動令佢返教會啊，或者可以譬如某啲特別去考慮有啲特別嘅日子，譬如聖誕節啊或者新年啊，幫佢做啲可能大掃除啊或者寫揮春啊，令佢哋即係多啲融入啲佢哋嘅生活。好開心去參加到今次 Charity 嘅活動啦，希望大家都支持啦。天天仰望，未怕獨行，Emmanuel。
樹枝下憐憫，拋開怨恨，為救萬人。障礙迷茫，天天仰望，未怕獨行。Emmanuel， 天天仰望，未怕獨行。Emmanuel， 天天仰望，未怕獨行。Emmanuel。怕獨行 Emmanuel， 像那小男孩的餅和魚，讓我獻給主。就算多寒微，他不介意，傳進我心事。無論是多少，全是不緊要，在我主手中，一切也奇妙。在這一世裏。咁今日咧就係2011年嘅9月18號，咁咧你見到咧出邊咧有一班後生仔咧，咁啊正式開始咧，我哋今日福聖堂咧第一次嘅天空嘅小嘅團契，咁咧就好開心，今日都有20幾個年輕人翻到嚟麥兜中，咁班年輕人咧都係接住咧少年軍嘅綜合組，咁我哋好希望佢哋能夠即係有個教會生活嘅，都可以咧將少年軍個延續，咁咧可以一路落去嘅，希望我哋都玩得開心，同埋咧喺當中有成長，係嘛？加油！今日咧係好開心啊，因為咧係有20個嘅青少年嚟到我哋搞嘅第一次嘅青少年團契。咁咧有好多導師，呢導師都可以15導師，亦都好多團友。呢團友咧都希望佢哋喺屬靈上面更大嘅成長。我諗咧青少年團契就有活力、好有幹勁嘅一班嘅人，願意咧喺神嘅裏邊咧更加認識，係上帝祝福佢哋。在這一世裏，不管錯對，讓我再奔跑。就算多平凡，